如果醫生今日同你講你有糖尿病前期，你第一個反應會係咩？好多香港人第一時間都會講我又未糖尿病，應該唔使驚。但係真正令人擔心嘅往往唔係糖尿病，而係好多人喺變成糖尿病之前，身體其實已經提醒咗你好多年，只不過你一直以為係正常。今日我哋唔係想嚇大家，更加唔係想大家一見到血糖兩個字就開始驚，而係想同大家一齊睇下9個身體最早出現嘅警號。因為如果而家開始改變，好多時仲有機會改善。你有冇試過食完一個普通午餐，返到公司坐低冇耐，眼皮開始越嚟越重，成個人好似突然冇晒電咁？你以為可能尋晚瞓得唔夠，又或者今日食得太飽？有啲人仲會笑住講飯氣攻心啫，於是沖杯咖啡，飲罐汽水，甚至偷偷地瞓10分鐘。第二日又係咁，第3日都係咁。慢慢你好似開始習慣咗，覺得人大咗應該就係咁。但係如果我同你講，有時呢種食完飯特別攰，未必只係因為食得太飽，而係身體可能已經開始向你發出警號。最可怕嘅往往唔係你知道自己有病，而係身體一路提醒你，你一直都以為只係正常。大家好，呢度就係健康同行。今日我哋想同大家講一個香港越嚟越常見，但又最容易被忽略嘅問題。糖尿病前期，好多人一聽到第一個反應都係我又未糖尿病咯，應該唔關我事。正正就係呢種諗法，令唔少人白白錯過咗最好改善嘅機會。因為糖尿病前期並唔代表你已經有糖尿病喎，相反，佢可以話係身體俾你最後一次機會，提醒你如果而家開始改變，好多時仲有機會改善返民。可惜嘅就係呢個階段通常冇乜明顯痛楚，你照樣返工，照樣買油，照樣陪屋企人食飯，照樣同朋友去飲茶，外表睇落同平時冇乜分別，但係身體入面可能已經開始出現變化。所以今日我哋唔係想嚇大家，更加唔係想大家一見到血糖兩個字就開始驚。我哋只係想同大家一齊認識身體最早期嘅信號。因為好多時如果越早發現，越早開始改善生活習慣，結果可以完全唔同。首先我哋要明白一件事，每一次食飯，身體都會將食物慢慢分解成葡萄糖，再送入血液。呢個時候胰臟就會分泌胰島素，幫助血糖進入細胞，變成身體需要嘅能量。正常情況下，呢個過程一直都好順利，但有啲人因為體重增加、缺乏運動、長期壓力、瞓得唔夠，又或者有家族病史，身體開始對胰島素冇以前咁敏感，結果胰臟就要更加努力分泌更多胰島素，先做到以前同樣嘅效果。所以你驗普通血糖可能仲係正常，但其實胰臟已經開始日日加班，日日都要做多好多工。呢個情況如果一直持續，總有一日胰臟開始頂唔順，血糖就會慢慢升高。糖尿病前期亦都會慢慢出現。第一個警號就係食完飯之後經常覺得特別攰。我唔係講緊食完自助餐放題喎，或者過時過節食到行唔喐嗰種攰，嗰啲大部分人都會有。我講緊嘅係食一個普通午餐，例如一個涼涼飯、一碗湯麵，又或者一份三文治，食完冇幾耐就開始眼瞓。有啲人甚至一定要瞓半個鐘先覺得舒服。如果偶然一次，當然未必有問題，但如果每個星期都出現好多次，就值得留意。第二個警號就係食完飯冇耐又開始肚餓，明明啱啱先食完，但好快又想食餅乾，又想飲奶茶，又想養啲甜嘢。好多香港人都以為自己只係嘴讚，其實有時真正原因可能係身體一直努力維持血糖平衡，令你不停想再食嘢。呢兩個警號單獨出現未必一定代表糖尿病前期，但如果你開始發現自己越中越多，就值得繼續睇落去。因為後面幾個警號好多香港人日日都有，但一直都冇留意。第三個警號就係肚腩開始越來越大，好多人都會笑住講男人有個肚腩好正常，又或者
年紀大咗，新陳代謝慢咗啫。但係其實肚腩入面嗰啲脂肪同我哋手腳嘅脂肪唔一樣，尤其係圍住內臟嘅脂肪，一直都係醫學界最關注嘅其中一種脂肪，因為佢唔係靜靜地坐喺度，而係會不停釋放一啲發炎物質，慢慢影響身體對胰島素嘅反應，令糖尿病前期越來越容易出現。所以如果你發現近幾年體重未必增加好多，但係條褲開始越來越緊，皮帶愈扣愈出，又或者肚腩越來越明顯，就唔好只係當自己發福咁簡單。第四個警號就係脂肪肝。如果你一直都有睇健康同行，應該記得我哋之前都講過，脂肪肝同血糖其實一直都有好密切嘅關係。好多人去做身體檢查，醫生同佢講有少少脂肪肝，第一個反應都係冇事啦，好多香港人都有。但係脂肪肝有時正正就係身體開始出現代謝問題嘅其中一個信號。如果再加上血糖開始偏高，就更加值得留意。第五個警號就係視力開始時好時壞，有啲人朝早睇得好清楚，到下晝開始覺得有少少朦，又或者有時睇電話突然要拎遠少少先舒服。好多人第一時間都會以為自己老化加深，當然年紀增長確實會影響視力，但如果血糖經常大上大落，都有機會令眼睛入面嘅水分出現變化，令視力短時間內變得唔穩定。第六個警號就係傷口好耐都唔好，有時煮飯整親隻手，有時鼻子割到，又或者腳擦損咗少少，以前幾日就好返，而家過咗成個星期仲係紅紅底，甚至好耐都未完全埋口。當然傷口慢未必一定同血糖有關，但如果同時又出現前面幾個警號，就值得同醫生傾下，睇下有冇需要驗一驗血糖。因為長期血糖偏高真係有機會影響傷口愈合能力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開始數緊自己究竟中咗幾多個。如果已經中咗2、3個，都唔需要自己嚇自己。糖尿病前期最重要嘅地方就係仲有改善機會。下一部分我哋會同大家講最後幾個警號，更加會分享點解有啲人只係改變幾個生活習慣，血糖就可以慢慢改善，甚至避免真正發展成糖尿病。第7個警號就係驗身嘅時候，醫生開始同你講血糖高少少，再留意下，下次返嚟再驗。好多香港人聽到第一個反應都係未算糖尿病，應該唔使理住。但好多醫生都提醒，真正應該開始改變，往往就係呢個時候。因為當身體仲處於糖尿病前期，好多改變仲有機會慢慢改善。第8個警號就係血壓開始高，膽固醇又開始偏高。有啲人會覺得血壓係血壓，血糖係血糖，應該冇乜關係。但其實代謝健康就好似一個團隊，當其中一個開始出問題，其他問題好多時都會慢慢跟住出現。所以如果醫生已經提醒過你有高血壓、脂肪肝、膽固醇偏高，又或者體重一直增加，更加值得留意自己嘅血糖。第9個警號其實唔係一個症狀，而係你好耐都冇驗過血糖。好多香港人每年都驗膽固醇、驗尿酸、驗肝功能，但偏偏血糖一直冇認真留意，等到真係發現，好多時已經拖咗幾年。所以如果你已經40歲以上，又或者屋企有人有糖尿病，不妨同醫生傾下，睇下係咪適合驗一驗血糖或者長期血糖指數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如果真係糖尿病前期，我而家可以做啲咩？好消息係好多研究都發現，生活習慣嘅改變真係可以帶來好大幫助。第一，控制體重，就算唔需要減好多，只要慢慢減少一部分體重，身體對胰島素嘅反應都有機會慢慢改善。第二，每日喐多啲，唔一定要去健身室，食完飯之後同屋企人落街行15至20分鐘，已經係一個好開始。第三，多食高纖維食物，蔬菜、豆類、全穀類都有助增加飽肚感，亦都可以令血糖升得冇咁快。第四，盡量少飲含糖飲品，奶茶、汽水加糖果汁，有時一杯已經比你想象中含有更多糖分。第五，瞓夠覺。
同埋學識減少長期壓力，因為長時間瞓得唔夠，又或者一直處於高壓狀態，都會影響身體控制血糖嘅能力。我最想大家記住一句：糖尿病唔係一日形成，糖尿病前期亦都唔係一日出現，佢好多時都係一年又一年慢慢累積翻嚟。但係同樣地，改善健康都唔需要一日完成。由今日開始，少飲一杯甜飲，多行一段路，早半個鐘瞓，每一個小改變都可能令將來嘅自己多一分健康。真正有福氣，從來唔係食幾貴，亦都唔係買幾多保健品，而係60歲仲有精神陪屋企人，70歲仲可以同朋友去飲茶，80歲仲可以自己照顧自己，呢個先係真正值得努力嘅健康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不如留言話我知9個警號入面你中咗幾多個，又或者你身邊有冇屋企人一直都以為自己冇事，但其實已經中咗幾個警號，將呢條片分享俾佢。有時真正改變一個人，可能只係由一次驗血、一次提醒、一次分享開始。記得按讚、訂閱健康同行，再開啟小鈴鐺。我哋下集繼續幫你拆穿那些最容易被忽略但係最傷身嘅健康陷阱。